主后2025年12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讲甲做之间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尼米记》第2章11节到20节。我到耶路撒冷伫遐3日，后来我半暝起来，有几个人甲我做伙出去。我的上帝感动我的心，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，我拢无甲人讲。我徛伫前生以外，无带别者做伙去。我透暝对山谷门出去，经过龙泉到粪扫门，观察耶路撒冷的城墙，看到城墙受拆毁，城门互火烧去。我阁去到泉门甲王池，毋过遐无所在互我徛的前生过去。我就透暝沿溪上去，观察城墙，然后照原路经过山谷门倒来。遐个官长毋知我去倒位做甚物代志，我还未甲犹太的人民、祭司、贵族、官长，甲其他要参与即个工作的人讲。后来我甲因讲，咱所拄到的灾难，耶路撒冷安怎拍荒，城门互火烧去，恁拢有看到。来，咱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才免咱阁受凌辱。我阁甲因讲我的上帝的手安怎帮助我，甲王对我讲甚物话，因就讲，咱起来重建。对安尼，因坚强起来，做即个好的工程。毋过，荷伦人散巴拉甲官员阿文人多比亚，以及阿拉伯人基先听见，就踢笑阮、看轻阮，讲：恁是咧做甚物？是要背叛王是无？我应因讲：天顶的上帝为互阮成功，阮是伊的仆人，要起来重建。恁伫耶路撒冷无份无权，要人为甲恁纪念。讲甲做之间，尼米对波斯皇帝采取重建复刻以后，随即倒来耶路撒冷。尼米真关心重建一事，咱检采掠做已经得到皇帝特许，应该会随时行动。不过，尼米甲大多数人无共款，当伊倒转来耶路撒冷，并无风风火火，遂做出重要的宣告。圣经描述尼米伫遐踮3日，甚物拢无讲，也无去见任何人。直到第3日半暝，伊才带几个同伴，甲耶路撒冷城行一遍。越行越查看城墙和城门损坏的情况。尼米准备就绪以后，就向同胞提出重建计划，甲因讲上帝安怎甲伊同在，安怎帮助伊，阁甲皇帝话对因讲。因应讲，咱起来重建，所以避脱一切，开始工作。这是一个用信仰做优先的行动。上帝也予尼米有一个好的开始。不过，真紧就出现阻挡。荷伦城的散巴拉、阿文省长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先，一听到尼米这个人计划要安怎做的代志，就支持踢笑讲：恁是咧做甚物？是要背叛王是无？这是一个真大顶的帽仔，等于在指控因要谋反。这个罪名如果成立，尼米顶这个人只有死路一条。
对尼米来讲，这是一个真大的威胁。尼米虽然得到皇帝信任和支持，才得通倒转来故乡，但是若因为中建工作被控谋反，反倒得罪皇帝，敢毋是真冤枉？假使咱是尼米，会安怎想呢？检采会感觉讲，我倒转去皇帝身边，好好工作就好，何必勉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？若因为安尼赔上一命，敢毋是算袂好？若用今仔日的讲法，检采是：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周末有去参加团契，主日有去礼拜，安尼也是服侍上帝，敢有必要为着服侍放弃工作？对一般人的眼光来看，哪像毋值得为信仰放弃工作？其实，咱伫教会中通看到袂少人原本有真好的头路，但是当因听到上帝呼召，就毅然辞去工作献身，专职服侍，敢若因为因专心信靠上帝，清楚家己甲上帝的关系，就亲像尼米的信仰告别同款。天顶的上帝会互阮成功，阮是伊的仆人，要起来重建。伫服侍的道路，并无讲一定着安怎做才是上好的服侍，总是咱一定着甲上帝有美好的关系，服侍才会当久长。尼米想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，有人支持，也有人反对。毋管安怎，尼米拢用行动来表明伊对上帝的信靠。咱服侍的过程也是安尼，可能有人支持，毋过也有人会反对，端看咱用甚物态度去面对。尼米用行动甲咱讲，话虽然重要，但是具体去做搁较重要。默想对教会的服侍，我是毋是只有高谈阔论，却无行动？假使参与服侍必须付出代价，我愿意无？对教会的服侍，我是毋是只有高谈阔论，却无行动？假使参与教会的服侍必须付出代价，我愿意无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互我清楚你的呼召，伫服侍顶面无过头冲动，也无会晓讲袂晓做，帮助我会当持续佮稳定行动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